来看国教院一份调查发现，讲有将近5成读护专的学生哦，拢是父母要求，平均5个学生都有一个想要转学。国教院认为讲，即马台湾的护理师欠工哦，可能是对校园的阶段就出问题了。 护理能力欠工，严重影响到全台医疗资源，造成急诊确调咧。针对医疗困境，国教院也做一份调查，发现台湾护理师大欠，可能在校园阶段就一定发生问题。调查也发现有将近5成的护专学生是因为家长的期待才去读的，并不是家己的意愿，而且平均每5位学生就有1位想要转学。他就说他没有很想读啊，然后呢，他家长就说觉得读护理对他比较有 帮助。我觉得我不适合读普高，所以我想说，那就是护理科，反正家里有人在做护理。国中毕业哈，那就要选择职场，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这么明确，就是要选择这个职场。那很多都家人的需求，可是他进入这个学校之后，可能才会觉得说啊，那好像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。调查也发现讲，现在护理人员对工作认同和满意度普遍拢无满意。有资深的护理师表示，这和管理制度有关系，因为目前的护理师自由度无悬。 加上一寡古板的限制，亲像规定爱穿白色的袜仔，袂当自由染头毛等等的问题，加上分工无明确，护理师爱做的17仔工伤济啊。电视机坏掉了，你就按铃叫护士来；冷气太冷，按铃叫护士来。护理师要做的事情真的什么都有。 我讲的这些确实都不是护理师的工作，他是有他的专业度的。医护人力最缺的就是大医院的急诊室，未来可能要思考一个看有没有相对应的政策，让我们这些毕业的孩子愿意投入到这些非常需要人力的单位。国教院表示，学校会当安排一寡病院的参观，互要读护专的各中心参观，了解家己意愿。另外，有护理师表示，伊自细汉的梦想就是做护士，毋过实际到现场看到真侪问题。伊表示，未来会继续向卫福部提出建议，希望政府会当重视改善护理师的工作环境。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。